台南市的172线对仙草到白河这段，不管是要来泡温泉、食土鸡啊，每到假日就真容易塞车。所以市府为了疏解当地交通，由教育局向中央争取的生活圈道路建设，已经核定2亿5千万。以后工程会将目前缩减到12米的路段拓宽以后，全线是4线道。市长为贴开春以后，伫7月议员陪同，特别高调关心，希望赶紧动工，嘛要做好相关的配套，将当地交通冲击降到上低。仙草，这个到白河，这个坦白讲，从这段道路总共要费用在2.5亿元，中央也在前瞻计划里补助相当高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赶快这个动工，赶快完工，因为这个地方每到假日都会容易车辆出入蛮多的，容易塞车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赶快做。那总共我们目前为止这几年来，总共大概有60亿的经费，做了准备要再改善15条道路，要新建8座桥梁，会改善8座桥梁。这个部分希望让民众的行的便利能够更顺利也谢谢各位里长，还有谢谢各位议员在垫付款上的支持谢谢里长的监督工程。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一直很顺利，然后能够让西北的交通畅行无阻。根据了解，市长就林高达推动K8建设，其中大兴亚区的交通建设已经争取60亿外，重要的道路用户嘛各带11亿3千多万，希望用交通建设来带动观光发展，缩短城乡差距。台南新闻，军籍刘品言采访报道。